喂，大家好！Jimmy 咧又到香港啦，聖誕節又快到噶啦，咁啊亦都係新年又到噶啦，咁啊祝大家聖誕新年快樂！好啦，今日咧就係蘇七嘅抽獎日，係12月5號嘅，我哋將會抽中2位嘅得獎者，就會咧寄出俾你哋。你需要回覆我嘅香港嘅電話同埋香港嘅地址。我會盡快會寄俾你哋，記住一樣嘢啊！抽中咗嘅朋友咧，我會 YouTube 嘅 message 俾你哋，喺1個星期內咧俾出你哋個電話同埋香港嘅地址，我就會寄出俾你哋噶啦。盡快，如果過咗呢個星期之後咧，我就會俾第2位幸運兒攞到呢部機噶啦。請盡快回覆我嘅電郵。好嗱，現在嚟講咧。我就複製咗上高嗰個最緊要而家咧係咩時間香港嘅時間咧就係10點半英國時間就14點36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就喺個嘅網址複製咗之後咧，直接去翻呢一度留言嗰度打入去我呢個網址，然之後咧新增就會總共知道咧有幾多位幸運兒啦。總共有233，你睇到差唔多有233留言噶啦。咁總共有233個留言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就抽獎咧就係抽中2位數字抽獎嘅得獎者咧係2位嘅。咁我哋留言嗰度咧就係留言入邊咧就係蘇七機頂盒好機平靚正。留言到之後咧，我就自然咧就會開始抽獎噶啦。基本上就係撳呢個就開始抽獎噶啦。好啦，咁而家咧就係香港嘅時間喺度。跟住咧，而家就即刻抽獎。好，現在執行抽獎，抽中2位嘅幸運兒，記得，我會俾個 message 你哋，記得回覆我香港嘅電話同埋香港嘅地址俾我。喺1個星期內咧，我會寄出俾你哋噶啦，我會盡快。如果超過呢個星期你回覆我唔到咧，我會俾第2個幸運兒。好，開始，1、2、3，好正式抽獎有呢2位呢2位抽獎得獎者，呢2位出位。我將會盡快通知你哋。好，祝大家聖誕新年快樂！